有冇諗過一個軍頭冇總統授權、冇法理依據，就靠一班兄弟一夜之間攞走咗成個國家？呢件事真係發生過，就係喺1979年嘅韓國，一場叫做雙十二政變嘅軍事叛亂，將全斗煥推上咗權力嘅頂峰，亦為日後嘅血腥鎮壓埋低咗伏線。1961年，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，建立咗一個以軍人為主導嘅體制。佢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，帶動韓國工業爆發咗成長。但政治上咧就完全係獨裁嘅模式，開學運鎮壓、出工潮拘捕、選舉失控，佢就改憲法。到咗1972年，佢搞出咗維新憲法，總統咧可以連任無限次，仲擁有戒嚴啦同埋凍結國會嘅權力。簡單嚟講啊，韓國進入咗一個軍人揸槍、情報控制、人民噤聲嘅年代。雖然經濟有起色，但去到咗1979年，反對嘅聲音越嚟越大。同年10月，震撼全國嘅事件發生咗。On October 26, 1979, then President Park Chung-hee, father of former President Park Geun-hye, was shot to death at a dinner party in his private home in Kungjeongdo near presidential office. The blood was in the hands of one of his 10月26號，總統朴正熙咧俾自己信任嘅中央情報部部長金在貴一槍打死咗。呢一槍啊，唔止打死咗一個總統，仲打崩晒成個軍政府。副總統缺位，由崔圭夏上場做臨時總統，但大家都知道佢只不過係一個傀儡，真正掌權嘅係陸軍參謀總長鄭星和。你以為軍隊裏邊淨係得一條線啊？錯，其實咧裏邊早就山頭林立，背後咧有一班人咧已經等緊機會出手好耐啦。佢哋就係一心會。乜嘢係一心會咧？簡單嚟講，就係一班陸軍士官學校出身、同期畢業、曾經一齊打過越戰嘅人組織嘅小圈子。佢哋之間關係密切，互相提拔，人脈咧滲透晒成個軍隊嘅中樞。核心人物包括時任嘅保安司令官全斗煥、第9師團團長盧泰愚等，全部咧都擁有實權，駐守喺首爾嘅周邊。A former military commander, Chon, seized power in the coup of 1979 and then ruled the country with an iron fist. 1979年12月12號晚，全斗煥終於出手。佢以調查朴正熙遇刺案為名，突襲逮捕咗陸軍參謀總長鄭星和。但最大嘅問題係呢個行動根本冇總統授權，即係擺明係擅自出兵、非法奪權。但全斗煥未驚過。因為佢背後咧有一心會嘅撐場，盧泰愚動用咗自己帶領嘅第9師團即刻入城，第20師團包圍住國防部同軍指揮本部，全斗煥一手包辦控制住保安司令部、情報及軍警系統，成個首爾市區夜晚被重兵包圍，氣氛好似臨戰狀態咁。不過其實呢場政變並唔係冇人反對嘅。喺成個軍方高層幾乎噤聲嘅時候，有一個人選擇唔低頭，佢就係首都警備司令官司令章太元。其實全斗煥早就知道章太元會係佢奪權路上最大嘅阻力，因為章太元唔係一心會嘅成員，亦唔參與軍隊裏面嘅山頭文化，係極少數堅持軍名聽總統唔聽兄弟嘅正規大軍官。所以當晚全斗煥特登喺政變前設局，邀請章太元出席飯局，目的就係要調開佢，等佢喺關鍵嘅時刻唔在位，唔可以即時指揮部隊應對。當章太元喺飯局裏邊聽到鄭星和被捕、首爾部隊有異常調動嘅時候，一切已經太遲啦。佢第一時間趕返司令部，落令封鎖漢江所有橋梁，實施宵禁，準備抵抗政變部隊。最後甚至一度考慮用火炮攻擊保安司令部。佢雖然有勇氣，但係卻冇兵力。各部隊早已被一心會滲透，調兵難以實行。當晚章太元即被保安司令部逮捕，成為第一個被清理嘅異見軍官。
之後經歷咗45日嘅審訊，最終被迫退役，結束咗30年嘅軍旅生涯。雙12之後全斗煥等人正式掌控全軍、情報、警察、總統府，成為咗南韓最有權力嘅人。去到1980年，全斗煥逼崔圭夏辭職，自己做埋總統，建立第5共和國，由軍人轉做元首，正式登上政治舞台。雖然表面上換咗人但統治嘅方式冇變，甚至可以話係變本加厲。最大嘅爭議就係發生喺同年5月嘅光州事件。1980年5月，光州市爆發咗民主運動，市民要求自由選舉。全斗煥落令派軍隊鎮壓，造成數百人死亡，無數人失蹤。呢件事成為咗南韓歷史最痛苦嘅一頁，亦成為咗全斗煥政權最大嘅污點。到咗1990年南韓民主化之後，全斗煥同盧泰愚被起訴，雙12政變先至被正式定性為軍事叛亂。兩人被判刑，雖然之後被赦免，但歷史地位早就大不如前。如果你有睇過電影《首爾之春》你就會知道呢部電影係改編自雙12政變嘅。雖然電影嘅結局已經夠沉重，但現實上其實更加殘酷。政變裏邊敢於違抗命令、堅持依法行事嘅章太遠，雖然最終冇被清算到最盡，但佢喺全斗煥執政期間同屋企人一直就生活喺政府嘅監控之下，生活可以話係如履薄冰。1980年4月，佢爸爸因為不堪個仔被打壓，成日以酒消愁，最後因為長期酗酒離世。2年之後章太遠唯一一個仔以優異嘅成績考上咗首爾大學，成為咗全家嘅希望。但入學僅1個月，突然失蹤。一段時間之後佢屍體被發現喺祖父墓地旁邊嘅山谷裏邊，死因成疑。當時有唔少民間猜測，認為係全斗煥對章太遠優秀後代有所顧忌，擔心將來會成為報復者，所以先下手為強，斬草除根。章太遠連續失去咗父親同埋個仔，精神幾乎崩潰，曾經無數次喺墓地前痛哭，但最終佢冇俾悲痛吞噬。2000年，佢當選咗國會議員，以平民嘅身份重返歷史舞台，揭發全斗煥政權嘅黑幕。但諷刺嘅係呢一切嘅努力並未可以真正換嚟正義嘅回應。全斗煥雖然被判死刑，後嚟又被減刑特赦，晚年安享餘生，從未真正道歉，亦未繳清過非法嘅財產。章太遠捱過一生嘅傷痛同埋壓力，揭露咗歷史，但係佢無法親眼見到各位叛亂主謀真正為罪行付出代價。如果你對呢件歷史有興趣我會建議你睇《首爾之春》同埋《逆權司機》，一邊係軍人政變，一邊係平民抗爭，兩邊夾埋先可以拼湊出韓國民主轉捩點嘅全貌。睇完之後再望一望叛亂軍背後嗰啲真實人物嘅下場，你仲會唔會相信善惡終有報呢？